因为疫情关系，全台湾3级警戒，学生也拢伫咧处理山顶教学。根据着民间团体调查，有7成国小学生想要出门，5成的中学生因为无法度看到朋友，心情真歹。也有3成的中学生，逐工使用3C 产品的时间就超过12点钟。囡仔踮厝山顶上课，居家防疫进入第3个礼拜，关心低小权益的台湾少年权益甲福利促进联盟，特别针对这段时间国小到高中的学生做调查，其中发现有将近6成的囡仔人，逐工使用电子产品超过9点钟，嘛因为只会当用线顶来联络，甚至有3成用要12点钟。我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就是每天都要用这个上课。就眼睛会很疲劳。除了电子产品使用过量，调查嘛发现，居家时期囡仔的身心适应嘛出现变化。亲像将近7成的国小儿童真想要出门，有5成的国中高中生因为袂当参朋友来见面，感觉痛苦；，阁有将近4成多对规划未来感觉焦心。就是可能上课时有时候跟同学玩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上课你就是视讯就没办法跟同学玩。伫咧厝诶，莫出门，这是防疫上重要一件代志。但是这件代志，嘛是对咱囡仔甲少年仔诶心理发展影响足大诶代志。所以，阮第一项就是要提起这个议题。另外，因为有大人嘛居家上班，嘛有囡仔认为参爸母做伙时间变长，互妈的时间嘛变济，冲突嘛变济。戴孝明表示，这项调查主要要反映现阶段囡仔的状况，嘛建议政府应该互家长一寡引导，互大人甲囡仔的居家相处更较和谐。记者陈嘉文、张学水台北报道。